師傅啊，我想問下點樣可以設計好一件皮草衫啊？當你設計一件衫嘅時候，首先要做一個設計圖嘅。而設計圖入面最緊要，除咗自己心水嘅款式之外呢，最重要就係要顧及到唔同種類嘅皮草特質。例如想要好厚嘅、毛份大啲嘅，可以用狐狸；如果想用水貂做嘅話，毛份自然就會細啲㗎啦。咁當你哋設計圖去表達嘅時候呢，就盡量表達出長毛、短毛，甚至乎剪咗毛嘅分別。咁去到唔同嘅皮草公司嘅時候，佢哋就會知道需要用咩毛份嘅毛去做到你心目中最接近嘅效果啦。另外，通常當 designer 畫好一張設計圖，好多位置都唔係太清晰嘅。譬如究竟個袖係要用西裝肩袖啊，定係連肩袖啊，又或者牛角袖呢？所以最好畫多一個簡單嘅製作圖，準確咁去表達自己想要啲乜嘢款式，好似喇叭袖、西裝領等等。呢個圖入面會註明好多需要話俾人知嘅嘢，例如毛皮嘅種類、顏色、長度、輔料等等。個圖唔可以太過抽象嘅，要清晰同簡單咁講出心目中想要嘅嘢。而尺寸方面，而你想提供嘅話，我哋只係拎嚟做參考嘅啫。因為唔同種類嘅毛皮有唔同嘅厚度，所以我哋要視乎毛嘅特質，先至可以定到個尺寸嘅。輔料方面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呢？通常如果想要輔料多嘅話， designer 就會用啲剪毛或者短毛嘅毛種去做嘅，咁樣啲輔料先至容易裝飾到上去。如果用啲長毛嘅毛種去做嘅話，好大機會俾啲毛遮住咗嘅，咁就睇唔到噶啦。而喺製作紙樣方面有啲咩要求啊？款式方面，如果喺設計上有啲特別要求嘅話，譬如個袖要4/3袖或者係短袖，呢啲就要設計師特別要同師傅講嘅，因為紙樣師傅淨係定到正常程序嘅尺碼嘅啫。如果我想做啲破位比較多嘅衫，好似皮褸咁，又或者好似布料咁，做好多打褶嘅效果，咁又得唔得㗎？基本上係可以嘅，但係就一定要用啲好薄嘅毛，例如剪毛或者冇皮 female 水貂去做，先至會睇到效果嘅。換句話講，如果你想用啲長毛或者帶毛嘅去做，咁就完全睇唔到你想表達嘅效果啦。其實如果可以嘅話，設計師自己去做一個基本嘅紙樣，我哋師傅就可以喺紙樣入面睇到你心目中想要嘅效果。咁樣嘅話就係最好嘅，亦都能夠將你設計嘅款式表達到出嚟。而關於碼數、尺寸同埋長度嘅問題，就需要視乎件衫會喺邊度用啦，好似歐洲定係亞洲。咁所以呢啲尺寸係會由公司方面幫你去決定，究竟屬於亞洲抑或歐洲嘅 size， 例如袖長啦、腰長啦、胸闊等等。如果我想個款收腰啲，又或者個容位容幾多，呢啲需唔需要俾埋個尺寸㗎？關於呢啲特別做法嘅效果，你哋係唔需要計到呢啲數嘅。我哋做紙樣嘅只會睇到幅圖嘅效果多定少，做完之後就會喺布樣嗰度改，可以加多或者減少都可以。哦，咁即係話做設計圖同製作圖嘅時候，真係要注意呢啲嘢啊！如果唔係，件衫做出嚟嘅效果就會完全唔同，仲會浪費自己嘅心血同精神添。咁頭先講到輔料嗰部分，我仲有啲咩需要注意㗎？譬如好似啲紐扣啊、黑紐啊，又或者其他特別嘅紐同埋拉鏈嘅做法，都需要喺製作圖入面注明嘅。等我哋可以喺紙樣上面寫清楚佢。其實有咁多毛工藝嘅做法，咁我設計咗嘅花或者圖案，會唔會好容易變晒樣啊？通常咧，我哋見到個圖嘅圖案，又或者係橫條啊、斜條啊，咁我哋就會喺紙樣初步打咗花先嘅，亦都會喺布樣度畫埋出嚟，俾設計師望一望嘅。譬如覺得高咗啲，又或者唔夠斜，就會喺布樣度修改㗎啦。因為一切都係睇布樣嘅效果，所以經過咁多次修改之後呢，件衫唔會話有太大嘅差距嘅。挑選毛皮品種會唔會好難㗎？毛皮嘅根基對設計師嚟講係好重要嘅。如果你想要 wild look 啲嘅，咁你就要大啲嘅毛份啊，好似狐狸、blue fox 同埋 silver fox 嗰一類。如果你想件皮草雍容華貴嘅話，可以用西部紙雕或者暹枝拿呢一類。
襯翻啲銘，咁睇起上嚟就高貴啲㗎啦。又或者你想設計一啲年輕啲嘅款式，你可以用剪毛嚟 match 一啲 fashion 啲嘅配料，令到件皮草睇起上嚟時尚感重啲。好啦，當師傅挑選完品種之後呢，我哋就開始生產嘅工序啦。首先，我哋將唔能夠用嘅地方裁走佢，我哋叫呢個工序做開皮。當唔要嘅地方裁走咗之後，我哋就將整塊毛皮定型啦。點解又要將毛皮定型呢？因為毛皮同其他做衫嘅物料，例如布料同皮革係有分別嘅。毛皮本身有好大嘅柔軟性，做皮草之前一定要將啲毛皮定型嘅。咁樣做嘅時候，就先至能夠根據圖案縫埋一齊。師傅啊，我之後有幾款衫需要特別染新顏色，同埋要印個好特別嘅花，好似沙漠漸變色嘅圖案咁，有啲咩需要注意㗎？毛皮染色要2個禮拜以上嘅，而印花又要做一個特定嘅鐵網去印，大概都要2個禮拜嘅。如果做衫嘅時間唔充分嘅話，成件事就好難處理㗎啦。所以有時候可以用到倉庫現成嘅顏色，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好似之前咁講，同一款毛皮染同一隻色，都會有唔同程度嘅走色情況嘅。如果一件衫用嘅毛皮數量唔多嘅話，有機會做到件衫好似一笪笪咁嘅。好似同一個米色咁樣啦，左邊同右邊嘅顏色深淺都有分別嘅，所以師傅一定將所有嘅毛皮分好色。排料呢部分，設計師同師傅就要特別注意啦。如果款式損耗太大，例如特別嘅圖案，又或者一件衫有5至7種顏色嘅話呢啲款式係會對毛皮損耗特別大嘅，因為成本多咗，件衫做出嚟嘅價值自然就降低咗啦。咁師傅就要同 designer 溝通下，睇下有冇其他方法可以表達到呢個效果。因為毛皮係一種好貴重嘅原材料，所以我哋行業係好重視個別款嘅毛皮損耗嘅。皮草嘅車縫機器係特別製造嘅，我哋叫橫針車，因為係會將要縫製嘅毛皮打橫嚟車，同其他製衣業用嘅平車唔同嘅。衣片經過清洗之後，好多部位都需要重新燙平，令到件衫唔會變形嘅。而家呢個工序我哋叫做手針，
因為皮草衣服入面有好多其他要用嘅物料，例如係噴頭、肩棉、鐵線同埋上里布等等，都係需要一針一線嚟縫製嘅。最後嘅工序就係檢查啦，因為成個生產工序都係由師傅一針一線咁做出嚟嘅，係好花精神同心機去製作一件產品。我哋會花好多時間去做好品質管理 QC 呢一部分。有時候我哋甚至乎將件衫重新再做過。咁貴重嘅原料，經過咁長時間去製造，而最後件衫因為生產或者設計上嘅問題，導致到件皮草做出嚟嘅效果唔好。咁樣係對所有人都唔公平嘅。創作毛皮同創作其他物料係好唔同嘅，所以喺設計上需要特別注意之前講過嗰幾點，譬如毛皮嘅種類、毛皮嘅特質、毛皮嘅大細以及毛皮嘅損耗等等。希望 designer 盡量掌握毛皮嘅特質，同花多啲心思喺原設計上面。最後呢，要同師傅多啲溝通，多啲跟進，千祈唔好虎頭蛇尾啊！諗住師傅會做晒生產嗰一部分，咁就係一個成功嘅皮草 designer。我明白啦，師傅啊，多謝晒你今日咁詳盡嘅解釋，同埋帶我哋參觀晒成個皮草嘅生產流程啊！